衞生設施方面覺得夠唔夠？一般啦，例例如倫敦垃圾啦嗰啲都有啲。好似有少少逼感覺咯，係啊，個空間係啊，有時都會喺度試過喺度跣親呢度係啊。廁所係咯，廁所冇啦，跟住洗手盆佢之前爛咗一個嘅，跟住但係而家整翻啦，所以係啊飲水機都有，其實都 OK 嘅，我覺得都係啊。大家好，我係台山方眾互助會副理事長兼稱委主任盧敬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台山方會稱委副主任 Steven。Steven 啊，今日我哋而家身處嘅位置就係台山中街嘅一個休憩區。你知唔知佢有咩特別咧？係啦，呢度除咗有兒童嘅遊樂設施之外啦，佢亦都係優化咗成人健身嘅設施嘅喎。咁為咗持續優化社區公共空間啦，提升居民生活質素啦，市政署咧以優化整合為原則，有序分批重整北區8個休憩區嘅。咁其中咧首個重要嘅項目咧定位為都市綠洲嘅台山中區休憩區咧，已經喺去年完工並且係重新投入服務㗎啦。咁咧，其實呢個休憩區咧，佢嘅使用率都相當高㗎。無論喺我哋平時嘅放學日子啦，或者節假嘅時間咧，都好多人去玩嘅喎。咁咧，最關鍵就係咧，佢哋最近咧收到一啲居民嘅反應咧，就話咧休憩區咧個人流咧就過於密集啦，部分嘅設施咧亦都存在住安全隱患喎。咁導致到咧不少嘅兒童咧喺使用過程入邊咧，亦都產生到啲碰撞。居民咧希望咧當局啦能夠採取一啲有效嘅措施啦，針對而家休憩區嘅情況啦作出改善，咁令到佢哋咧可以更有效咁使用呢個休憩區嘅喎。係啦，咁除此之外咧，亦都係有居民反映啦，喺台山休憩區呢度嘅衞生設施咧係不足㗎。咁無論係小朋友啊，或者係大人咧，如果需要用到洗手間咧，都係需要入到去鄰近嘅商鋪去用洗手間。咁希望政府喺呢方面都可以加強增設翻一啲衞生設施俾附近嘅居民。咁最後咧，居民亦都期望啦，政府能夠係加快我哋北區呢另外嗰7個休憩區嘅工程進度啦，咁盡早落成同埋啟用，達到咧我哋分流北區嘅休憩區使用人潮嘅效果啦，咁進一步咧提升我哋整體社區生活嘅品質。